在领导很大，对吧？就是身体素质方面，让我特别帮我强化这样。对啊，我们都一直觉得说你应该是属于那一种会固定在一军的这种。对啊，可能就是真的我得失心很重了，然后我负面会很多了，然后因为今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法没有那么多了，就打一场就省一场，就一天一天来这样子。那时候前一天打不好，然后又隔天又怕会打不好这样。I think I command my fastball really well. That's what was my game plan because last game I didn't have my fastball command, so I focused on this game to try to go inside and away with my fastball. So I think that's why this was a little bit easier. 其实针到赛前的策略，直球控球他觉得比较好，这是成功的关键。上一次他觉得直球控球并没有那么精准，所以这次是要注重在全视觉都注重在直球的内角、外角的控球。白天的，对，下午就是不是晚上，所以还蛮特别的。晚上的球场很美。还有可能知道看到蛮多球迷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开球前会很紧张吗？还是？我开始很紧张啊，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是还是很紧张。我很怕就是会投不好，而且我之前说要来的时候，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啊，就是一直说叫我不要投不好投，害我觉得很紧张，一直充满了内心非常的紧张，但还好啦，投的还不错。有稍微练习吗？当然。怎么练习的？透露一下。就在刚刚那个赛前私底下对赛前的时候有特别练习。球员哪个球员或教练有提醒你说上去的时候要做到什么才比较不会爆头，或者是？没有，我一投之后呢，他们就惊呼，他们就说很厉害、很棒这样，然后一直问我说要不要挑战，就是投手球。对，后来想想还是算了，我是都不小心投坏怎么办？特别注意或喜欢哪一个球员吗？就都看这样。觉得站上去的视野怎么样？因为毕竟可能之前都在场边，观众席看的。视野很好哎，对啊，就很比我想的还要更宽阔。所以这样就觉得哇很舒服，然后有一种兴奋感，就觉得我们今天肯定要赢球了这样。